你咁信咩？而家呢個社會快到離譜，每日為兩餐、為銀紙捱生捱死，人人都以為有房產、有金條、存款先叫有身家。今日我灣區班長同大家爆一個世界頂級 NLP 大師羅伯特·迪爾茨嘅顛覆性真相，真正最值錢、最保值嘅6樣人生不動產，同銀紙1分錢關係都冇，保證你聽完拍爛手掌，句句入心。記得點個 like。第一項，健康嘅身體，健康為本，千金難換，身壯力健先有明天。呢個絕對係你最大嘅不動產，幾多身家都買唔返健康，醫院賬單再厚都換唔返一副硬朗身骨。身體係1，其他先係0，有健康先有本錢享受人生。第二項，自洽嘅三觀，唔攀唔俾心自安，三觀通透路更寬。做人最緊要內心舒服，唔使同人鬥富，唔使糾結過往。三觀正，心態平，唔活在別人眼光裏，先至活得通透自在有底氣。第三項，穩定嘅情緒，情緒穩如山，萬事皆不難。唔好為啲雞毛蒜皮發火，唔好為閒人閒事激親自己，識得控情緒先至控人生。心情順，事事順，情緒穩先係真正大贏家。第四項，翻篇嘅能力，往事清零隨風去，放下過往贏未來。過去嘅委屈、失敗、恩怨，唔好成日擺心裏面折磨自己。真正有智慧嘅人，識得及時清零，輕裝上陣，放低過去，先至擁抱更好嘅明天。第五項，持續揾錢嘅本事，一技在手，三餐唔憂，能力傍身，走遍神州。唔係睇你而家有幾多存款，而係睇你有冇持續創造價值嘅能力。有本事，有技能，邊度都有飯食，邊度都有立足之地。第六項，細佬嘅心態，心懷熱愛，永遠少年，眼中有光，歲歲年年。年紀大唔緊要，最緊要係心態年輕，對生活有期待，對明日有憧憬，有熱情，有希望，先至係真正嘅青春常駐，福氣滿滿。老友記，呢6樣比房產、比金條更保值嘅頂級資產，你而家擁有幾多樣啊？記得點讚加關注我，分享更多資訊俾大家，讓你哋輕輕鬆鬆，令你越活越精彩，越活越有福氣。